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移英實況分享嘅 channel 啊！因為我早排做嘢好忙啦，咁所以就抽唔到好多時間去拍片啦。咁尋日咧，英國就出咗個突發嘅消息喎，因為而家好多香港人咧都好關心緊呢個英文試嘅問題啊，由 B1 轉 B2嘅問題喎。咁所以英國琴日都出咗正式嘅公佈啦，喺官方上面公佈嘅。英國政府官方網站宣布咗，英文個要求咧由 B1 將會轉做 B2，生效日期咧會喺2027年嘅3月26日生效。到時申請永居嘅朋友咧需要達到 B2 嘅程度，而內容咧就未有確實講到話包括 BNO Visa 嘅人士嘅。咁唔知道會唔會獲得豁免啦，同埋都未有提及到關於呢個追溯期嘅問題。如果大家咧準備申請永居啦，而家係沿用翻用 B1 嘅英文資格咧去申請永居嘅，同埋需要考一個 Life in the UK 嘅試咯。咁喺我下一 part 嘅環節咧，我就會同大家分享翻咧關於考 B1 試嘅攻略啦，我自己嘅個人分享啦。咁點樣容易啲可以 pass 到呢個 B1 嘅試咯？我而家咧同大家分享翻咧，我考 B1 嘅時間同埋個情況係點嘅。咁我就係喺2026年嘅1月份考 B1 嘅。咁我就喺曼城市中心考嘅。咁我考嘅時間咧就係中午啦，同埋係星期六嘅，因為方便我自己放假唔使返工啦。咁我去考試就會輕鬆啲咯。大家如果需要考B1咧，記得喺政府指定嘅官方機構咧去報名考 B1喎，因為其實考 B1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政府機構咧係可以報名嘅，而我自己今次考 B1咧就係揀咗 Trinity 呢個政府機構嗰度報名嘅，咁佢有好多嘅時段啊，好多嘅日期俾你選擇咯，咁可以自己選擇翻你自己啱你自己嘅時間而去考試咯。當你俾咗錢之後咧，你就需要咧 print 一張佢嘅表格出嚟啦。咁喺表格上邊咧，你就需要寫翻你自己考試當日需要講嘅主題啦，同埋有5個嘅小題目嘅。咁你可以寫好晒之後咧，就帶去試場嗰度考試嘅。咁另外咧，你考試當天咧，就記得要預早45分鐘到試場去登記翻啦，同埋去等待呢個考試嘅。而至於安檢嘅要求都比較嚴格嘅，範圍都好廣泛嘅。咁咪包括你戴嘅首飾啦、你嘅電話啦、你嘅衣服啦、你個鞋啦，佢都會進行一次安檢嘅。耳機啦，所有嘢都不能夠帶去試場嘅。首飾都係唔可以帶去試場嘅。咁盡量你選擇嘅衣服咧係輕便簡單為主就啱㗎啦。當我完成晒安檢嘅程序啦，咁職員就會帶我過去隔離另外一個房咧，就進行翻核對資料啦、核對翻我嘅身份啦，同埋影相嘅手續嘅。咁同埋都需要喺我張表格上邊咧簽名作實，我係需要帶呢一張表格咧入去試場度準備考試嘅。咁跟住就可以坐埋一邊等啦。咁跟住之後就會有職員咧帶我入去試場度做正式嘅考試㗎啦。咁我考試當日咧係一個中年嘅白人女人啦，咁我係用 iPad 去考試嘅，咁佢講嘅英文嘅速度啦，同埋嗰個語調咧都容易聽嘅，唔係十分之好困難咯，都速度又唔係十分之好快咯。咁佢會問翻我關於我需要同佢傾嘅主題啦，我同埋5個嘅副主題咯，咁佢會循住我所有嘅主題去問我相關嘅問題。而至於考試嘅主題啦，同埋另外5個小題目咧，係隨得你自己嘅選擇嘅，你自己嘅發揮嘅，冇固定嘅題目或者冇規定你需要講啲乜嘢嘅，咁係個內容啊個主題你都係自己諗嘅，咁你可以攞你自己比較熟悉嘅事情啦，或者周邊嘅嘢啦，去到時考試去同考官度傾偈咯。
當大家決定咗要考嘅題目嘅時間咧，咁就自己做定少少功課啦，多啲請朋友或者屋企人幫手，同你練習下用英語去傾偈咯。咁而你亦都可以喺工作嘅時間啦，或者係出去放假嘅時間咧，多啲同本地人傾偈咯。咁增強返自己個講英語嘅自信心咯，咁會幫到你考試嘅容易啲嘅。當考試10分鐘完成咗咧，考官就會同你講返考試就結束啦，就考試已經完成咗啦，咁絕對唔會超時嘅。咁你完成咗之後咧，就可以出去攞返自己私人物件啦，跟住就離開試場嘅。咁大概1日嘅時間咧，你就會收到通知你嘅考試結果啦，合格或者係唔合格啦。咁如果你係合格嘅話咧，咁大概2-3日到啦，你就會收到個正式嘅 email。當你收到正式嘅 email 啦，咁佢入邊有條 link 嘅，咁你就要睇翻張證書啦，你 download 翻證書落嚟啦。咁呢個證書咧係愛嚟幫你將來申請永居嘅時間咧，你係需要用到呢張證書，證明你個英語能力咧係達到 B1 嘅水平嘅。我希望咧分享翻呢個英國最新嘅消息俾大家知道啦，咁 update 翻呢個最新嘅移民政策啦，同埋喺呢度就分享翻俾大家一個考 B1 嘅少少嘅攻略啦，咁希望大家可以好順利就可以攞到呢個英國 B1 嘅合格嘅資格咯。